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到花莲，这个月初2，叶春莲这位退休的老师，离国民党的门诊大会抢保困旗，从粗鲁领出去。啊，这个吉安乡乡长室的主任詹金良参加一场的活动，就台致辞，伊讲叶老师是退休的教育人员，无应该有迄种起无空的表现。这番的言论快速伫网络顶发酵。 有袂少人质疑，保困旗拢已经道歉了，詹金良你阁提起这件代志，是要创啥呢？当天很多我们的族人家人没有参加中正体文那一场，我全程都在现场。我觉得教育人员不应该有这样子的表现，尤其是已经退休的，不可以做这样子类似无理取闹的这样子行动。 上台致辞，阁不是点名捌教过学生。花莲吉安乡乡公所主任詹金良建议内底讲到教育人员，就是花莲的退休秘书叶春莲。叶春莲2号伫咧国民党本政大会，因为大声骂保困旗去有人粗残插走，引起公律战。昆旗对老师深表敬意，也对这次的纷扰也深表歉意。 一切到傅昆萁为止。过2天，保困旗就出面开记者会，会室内讲一切到我这为止。只不过如今吉安乡乡长室主任詹金良又搁伫咧提这件代志，搁一摆引起风波。这个影片其实是在傅昆萁委员道歉之后，所以其实网络上也有人说就是说，那到底我们就可以来质疑说傅委员的道歉到底是不是真心的？国民党地方党部的道歉是不是真心的？好啦，詹金良之前嘛是教育人员，佮捌做过新城国中校长，后来去招聘到吉安乡公所，伊嘛徛踮伫咧保困旗记者会门口献花的队伍内底。不过对于真侪评论，伊简单回应讲，敢若代表个人的看法。对，我是教育人员的看法，因为我很尊重叶老师。虽然他没有教过我，是很尊重他，只是我个人认为，我们教育人员要站在批评之上的立场。我只表达，当然我只表达这个立场而已啦，也不代表谁啦。虽然无代表乡公所，不过詹金良将做乡长室的主任，公开致辞内容引起关注，嘛互叶老师事件，搁一摆互侪民众伫咧凄凄楚楚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